弟兄姊妹平安，今天是2021年的11月2号。今天的经文是诗篇18篇20到30节，路得记第3章第1节到第7节，使徒行传第7章第17到29节。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主题是自己人。要把别人当作自己的人，这个跟这2天在说的这个好邻舍的观念其实是相同的。我们要先从路得记的记载这个故事来看。首先是拿俄米把路得当成女儿。虽然从希伯来文的文字来看，女儿跟媳妇其实是同样的字，但是事实上拿俄米她也真的把路得跟俄尔巴当成自己的女儿，也因此在她的先生过世，后来又2个儿子都过世之后，她才会要求他们离开她，然后回故乡去，等着改嫁，免得呢会跟拿俄米一样，将来没有希望。路得虽然遇到了先生的过世，婆婆又要求她离开，可是她却认同拿俄米跟如同自己的妈妈一样，家里的长辈一样，她愿意全心的跟随。波阿斯对于家里的田里的仆人、孤儿寡妇以及路得，他都把他们当成类似如同自己的家人一样。在新约使徒行传第7章的经文，我们看到司提反他被捕的时候，在犹太人的议会面前，他来申诉。他有提到了有关摩西的事件。圣经记载说，上帝向亚伯拉罕实行诺言的时候快到了。以色列人在埃及的人口已经增加很多。前面那一句话说，上帝向亚伯拉罕实行诺言的时候，日子已经到了，这是什么意思？其实指的是土地，就是应许之地。那上帝给以色列人2个应许，一个是人民，一个是土地。那应许的日子快到了，表示另外一个已经完成了，然后这个土地呢还没有，就是快要完成了。以色列人的人数已经够多了，而且多到连那个法老王都害怕，因而想办法来欺负以色列人，灭绝男性婴儿，来作为人口的控制手段。因为埃及虽然统治了这一群以色列人长达430年，但是却从来没有将以色列人当成自己的人来看，而是把他们当成战败国或是所谓的奴隶。但是当那一位当年被公主从水里救出来的摩西，他将近40岁的时候，有一天他出外去巡视，他看见了以色列人被埃及的士兵打的，但是这个士兵呢却是这样的认为。他说有一次他看见一位同胞被埃及人欺负，他就上前保护他，为他伸冤，把那埃及人杀了。他以为同胞会明白上帝用他的方式来解决
解救他们，可是他们竟然不明白。以色列人真的是不明白上帝的旨意。虽然摩西对以色列人有极高的认同感，但是我们知道以色列人对他其实是没有认同感的，特别是因为他的身份、他的穿着、他的地位，而无法认同摩西是一位自己的人，特别是他是新来的。甚至我们看到了出埃及记第2章，摩西他逃亡到这个米甸的旷野的时候，叶特罗与他的女儿在对话当中这样说道：有一个埃及人帮我们的忙，把欺负我们的牧羊人都赶走了，还帮我们打水给羊喝。从外表来看，趁乱逃亡的摩西的确就是在穿着上面非常像埃及人。因此相同的原因我们也看到了出埃及第2章中的记载，那一位希伯来人所说的，谁指定你做领袖啊，做法官来管我们呢？事实上我们知道，虽然上帝的确的设立或是差遣摩西成为拯救以色列人的领袖，以色列人却仍然找理由来拒绝他，不把他当自己人，好像他是新来的，是外来的。从路得记的记载中，这样的时代背景，我们看到一个非常重要的信息。通常被排斥的外人、外邦人，这种认同，这是一个认同跟福音的功课啦哈。通常呢，非主流的人士，或是说后来的人，都比较容易被排斥或是不接纳。因为他原本不属于这个群组的关系的里面，在既有的关系里面，在既有的组织里面，是否能够放下固有的习惯跟思维，容纳去接纳新的成员或是新的改变，其实对一个团体、对一个教会来说是一个极大的挑战。对团体、对原属的成员、对新加入的成员，其实都是挑战跟功课。我们从路得记的角度来看，路得、拿俄米、波阿斯，甚至波阿斯的仆人们，因为接受新的改变而成为双赢。然而那一位离开的这个俄尔巴，他却是输的。前面说的双赢其实不只有双，有好多的层面，比如说路得啦、拿俄米啊、波阿斯啊，还有波阿斯的仆人等等的。那离开了就是输了，就是说他选择不要这样的一个救恩。这样的功课让我们学习什么？值得我们来思考。我们一起来读诗篇第18篇20到30节，那么一起祷告。上主因我的正直报答我，因我的无辜赐福给我。我遵行了上主的道路，我未曾背叛我的上帝。我遵守他一切的法律，我未曾离弃他的命令。他知道我无辜，我远离邪恶，所以他照着我的正直报答我，因为他知道我清白。
上主啊，你以信实待信实的人，你以完全待完全的人，纯洁的你以纯洁待他，邪恶的你敌对他。你拯救卑微的人，你降低高傲的人。上主啊，你点亮了我的灯，我的上帝为我驱除黑暗。你给我攻击仇敌的力量，能够摧毁他们的防御。这位上帝，他的作为多么完善，他的话多么可靠。他像一面盾牌，保护所有投靠他的人。恳求主，让我们在跟随你的脚踪的时候，愿意随时的被改变，在圣经的教导中遵行这个真理的原则，继续往前，接纳彼此。阿们。